和咨商师谈得还好吗？老咨商師講過遲到要下好麼？老咨商師講過遲到要下好麼？聊完心情好很多。講過咧，心情好介意多。講過咧，心情好介意多。我發現啊，我發現，現在衛生所提供好多服務哦。衛生所兩下提供很多服務。是的，我們還有長期照顧服務呢。係啊，我哋還有長期照顧父母呢。我們提供居家服務、日間照顧、家庭托顧。我哋要提供居家服務、日間照顧、家庭托顧。我哋要提供居家服務、日間照顧、家庭托顧。喘息服務、輔具與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等項目。協困父母、夫妻老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等項目。協困父母、夫妻老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等項目。可以根據民眾家裡的需要做詳細解說。做得根據民眾符合嘅需要做詳細解說。或請民眾撥打長照服務專線1966。或者請民眾打長照服務專線1966電話。真好，都好。我很幸運，我的公婆身體都很健康。我嘅家娘家哥身體都動健。只是我壓力太大，是係我壓力太大，想找人聊聊。想請人擔待一下。依萍，也歡迎你有空過來聊聊。依萍，讓歡迎你有空過來打嘴鼓。我也是從外地嫁來這裡。我咪係對外地嫁來倆偏㗎。你的問題，我應該也都經歷過。你嘅問題，我咪應該有經歷過。當時您是怎麼度過的呢？當時你用辦見過來呢？那時候沒有長照服務，該下冇長照服務。我公婆身體不好，我家娘家幹身體唔好，我就每天陪在他們身邊。我就當你陪喺佢哋順頭，也是這樣子慢慢的度過。咪係安樣慢慢嘅度過來。可以付出就是福，能付出就係福氣。依萍，你會講客家話嗎？依萍，你曉得講客家話麼？我很努力在學。我當啲嘅3萬學。相信阿姨，只要用心，很快就學會了。總愛用心，當家就學會咧。我可以常來找阿姨聊聊嗎？我做得衝下來請阿姨擔待麼？當然沒問題啊，當然冇問題。我可以教你很多講客家話的秘訣。我還做得教你講客家話當多解空橋哦。太好了，很讚麼？你的公公婆婆要是知道你很認真學習，我家娘家幹係知道
你愛認真學習。也教養家個係知道，你愛認真學習，一定會很開心的。天作活動歡喜界，天作活動歡喜界。謝謝阿姨。什麼阿姨？什麼阿姨？